大家好，我係背心大師，翻到嚟20全自動過煉獄奧洛拉，兩個陣容可以用啦，一用烈草，一係用灰蛇，冇所謂嘅。嘉欣我真係太黑仔啦，仲未洗好元氣詞條啊，所以第5人咧我冇用到灰蛇，就用咗烈草嘅，白板咁樣上場就得啦，唔需要堆咩效果命中啊，咩都唔使堆嘅。我會去要佢一下無敵就可以啦。主師咧我就係利拉姆啦，你可以用地挺啦，或者用夜嚟。利拉姆咧我就滿裝備啦，555嘅，所有元氣都升到15級啦，白遼武者咧都係40級滿級嘅。利利咧我就冇用頂速裝備啦，確保佢係第3個人出手，亦都係帶咗個杖啦。護盾喺呢一關咧都真係非常之重要。之後咧，綾羅咧係511啦。咁我喺排行榜嗰度咧見到有人用綾羅係111嘅，非常之厲害啊！咁要用超新星啦，就係綾羅必備嘅自學。綾羅一定要係1速第一個出手啊！做唔到1速都唔緊要嘅，最緊要快過你提速之後嘅主師出手。之後就係逆靈啦，確保你哋主師打更加高嘅傷害。必須要帶萬魔法典，可以頭2個回合都出到3技。我安排咗佢喺2速啦，但係最緊要都係快過你提速之後嘅主師出手。白板烈草啦，見到19000血啦，帶隻杖就可以啦，攞嚟頂下傷害，用下無敵就算啦。呢個有啲元氣仲係得3級添，呢個副本咧係唔需要投資太多嘅資源喺烈草度嘅。好，咁啊奧洛拉率先出手啦，見到我每個角色咧上咗個黃色嘅盾嘅，呢個就係奧洛拉嘅特性啦。上咗個黃色盾咧，你基本上打佢係冇傷害嘅，所以我隻綾羅就1速先出手啦，靠治療咧先至可以解決呢個黃盾嘅。2速逆靈就上個 debuff 啦，3速利利都提速我哋利拉姆或者大家嘅主師一下打落去就可以造成最多嘅傷害啦，12萬啊打咗，再加白遼武者扣到個2萬血，係咁簡單啦，咁不停咁樣重複啦。之後咧去到第2個回合咧，逆靈都可以再開多次大技嘅，幫我哋隻奧洛拉再 debuff 烈草咧，呢個時候再開個大技咧就冇乜用嘅。跟住我隻利拉姆或者大家嘅主師咧一下再打落去，就應該係差不多頭先一樣嘅傷害，有12萬嘅應該有。利利開完個大技啦，好，利拉姆準備出擊，睇下今次佢3技一下打落去有，比上一次多少少，打咗14萬2啊。好啦，之後咧你最緊要企得穩，可以2個自海咧要係杖啦，唔係帶咗隻烈草咧去幫我補一補條命嘅，頂到咁上下咧就再出多次逆靈啦，利拉姆再出多次大技，然之後幾下普攻咧佢就死噶啦。啱於利拉姆呢個普攻係有回血嘅功能啦，所以如果你哋主師咧係地挺啦或者夜嚟嘅話，建議你帶個白杖，咁你個回血量咧就非常之穩陣啦。希望呢條片可以幫你輕鬆自動通過煉獄奧洛拉啦。今日係咁多先，記得 comment、like、subscribe 同 share 我 channel 啦，亦都打開你個小鈴鐺，有新片嘅時候就會通知你。下次見，拜拜。灵火剑舞，拉比翁上吧，这就是雷霆的力量。海流抚慰一切。哇。